香港基本法23条伫咧3月23正式实施，全球真侪城市拢串联抗议。若是台湾、英国还阁有流亡的香港人参与，呼吁英国爱制裁香港的官员。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，这个法条恐惊防用来压制异议人士。不过香港这边嘛驳回讲，这个法案会当互香港无其他的挂虑，全力来拼经济。 聚集伫英国伦敦的外交部门口抗议香港基本法23条正式生效，少数人因为烦恼互中共保护，有时挂面具，无加面现帅，也已经遭到港府通缉流亡的香港人烦恼伫英国也愈来愈无安全。I don't really feel safe to live in the UK, especially because I was approached by some fake journalists before as well. So this is why I would say I believe this is just maybe a tip of the iceberg. 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，对煽动叛乱甲分裂国家这犯罪行为推出更加严厉的惩罚，而且定义无清楚。受到影响唔那香港人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卢冠聪讲，就连去旅游的外国人，也是伫香港的外国实体公司，拢可能违法。任何人拢可能被打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。Journalists also will be at risk because the new set of theft of state secrets, the definition of state secrets is very vague. For such important legislation with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rights to be passed without a thorough process of deliberation and meaningful consultation.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，这样法律对着煽动国家机密的定义无清不楚，恐惊会用来压制异议。不过，港府的官员是一直来反驳，加这争议对向布林肯。特首李家超强调，法案会使互香港免烦恼，用个全力来拼经济。 對香港嚟講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，係一個歷史性嘅意義嘅日子，係令香港社會感到驕傲同埋鼓舞嘅日子。流亡海外香港人呼籲英國政府對香港官員來實施制裁。這陣法案通過，外界煩惱唔那可能互大家驚，也可能國家外資行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